新一年啱啱開始，你係咪仲喺度做緊無效嘅年度計劃？好多人以為做年度計劃就係定目標，好多嘅 to do list，但係呢啲目標定得越多，越容易內耗，到最後落實唔到，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因為正正用咗目標去管理自己嘅一年，即係話全年入面淨係用咗同一種力啊。年度計劃真正要做嘅其實係節奏嘅管理。你喺一年入面有機會會有三種嘅狀態，分別係衝、守同埋轉。如果喺守嘅月份時間逼自己去衝，你就會覺得自己能力唔夠、拖延或者係唔夠自律。但其實你只係踩錯咗自己嘅節奏點。今日送大家一個做年度計劃最實用嘅方法。唔需要寫10個目標咁多，淨係需要寫4個節奏點就夠啦。分別係今年要做嘅一件大事，今年要停止嘅一件事，同埋每個月要維持固定嘅一個習慣，同埋喺下一個季度，大約係3個月之後自己可以交到嘅一份功課。寫呢4個節奏點呢，最好就係睇到、數到同埋要有限期，即係可以量化到成果。最重要嘅唔係要努力，而係你完成咗啲乜嘢。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未來12個月應該要衝、守定係轉呢啲嘅節奏，可以 DM 榴蓮去 Facebook 呢個 IG。